8日挑戰第17日。今晚我今日不可以咩猛咁拍片，我咁樣啊好 happy，我咁樣啊係都咩猛人，我咁樣啊你歡笑，我咁樣我係一個蒙眼人。冇課啦！我今日嘅目標係要擘大眼拍片，好感恩我可以擘大眼，好感恩我係我，好感恩我好開心，好快樂，好青春，好有活力，好靚，好叻，好型，好正，好自信，有少少心虛，好感謝阿仔同我一齊拍片，我老公陪我翻大陸陪我玩，好感恩我媽媽有好多朋友，佢有好多活動，好多節目，好感恩我個爸爸有約我食飯，好感恩我個朋友同我一齊成長，一齊學習，一齊玩好多唔同嘅 project，好感恩我嘅老師同學生都好愛我，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咩啊嚇？越嚟越大眼，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拜拜。